怪對錯那一切，其實只需一點點的依歸，歡笑於心底，直到一有成控制，不知不覺教會我怎處世。為那匆匆消失數去數十年，佢仍在寫出每一天，做世界變遷，人都轉變，對世記者真心卻未變。風采風雲四散發千百世，懷念那個匆匆消失數去數十年，讓了記載寫出每一天，做世界變遷，人都轉變，對世記者真心欺騙。多謝今年嚟 Spark 嘅任何嘅所有嘅參人員啦，咁都多謝今年嘅製作公司呢2日嘅勞頓啦，咁都好多謝今年參加嘅表演嘉賓，甚至係我哋學校嘅同學啦，咁都祝賀6A啦，希望我哋 DSE 係順利嘅，都希望我哋全制嘅中六生今次嘅DSE可以順利進行啦，咁中五嘅同學今日都再次過嚟啦。